嫌犯够大也唔认罪，即摆传出讲，李嫌犯的厝内发现一张死亡的笔记，面顶有写5个太太的姓名，有3个已经被杀害，第4个已经联络到人平安。第5个是一个姓陈的太太，面顶阁写2月初7这个日期，是毋是就是嫌犯刷落去要下手的时间甲对象？专案小组是继续咧追查。另外，警方伫命案的现场查扣到一个福伦达砂轮机，这个嫌犯是毋是有摕来犯案？是毋是有摕来切割到人头？警方嘛继续追查。侦办县长凶嫌的杀人分尸案，7点到命案的现场，第2摆的搜证，找回真济事证，其中犯案的假死到底有几项？凶嫌徛在内底，画面被公开了，这个福伦达引起警方的注意。从张姓凶嫌住家下楼，交通四通八达，而最近的五金行就只有短不到400公尺远，成了警方下一波的清查重点。我唔捌看呢，因伫镇定，阮伫张唔捌看，这骨体啊呢？哦，所以这骨头你应该是没问题啦。伫工地利用福伦达下体如泥，张嫌敢有可能用这个切割？警方初步排除这个可能性，是讲物证当中依然有新的发现。那他这人从。我在看电视嘛，我就话要代志，就看电视啊，看我煮菜就想我炒人家嘛咧，蛮足久的呀。都足久的吗？哎呀，那时间我感觉有你安尼人炒去啊。另外，风声讲，姓张的凶嫌随手记录的这个字条内底，除了被害姓的大嫂、姓张的负责人，甲姓林的负责人，还有一个第4名负责人查证了后，人好好想要到目前，又搁讲敢有第5名姓陈的负责人，后壁写的2月初7连续3摆，感觉是后一个目标。藏在哪里？为什么你要杀人？消息公开了后，警方无承认，若真正有死亡的笔记簿啊，为时间来看，姓的大嫂甲姓张的负责人遇害2人让52天，姓张负责人甲姓林的负责人快速缩短到17天，最后姓林的负责人甲笔记簿写的姓陈的负责人让较无7天，互人不寒而栗，想着会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